阿伟老炸，大白好炸。另外，好，来开始。1661年3月18号，拜五，上午这个城堡尊严的法务议会集会，宣判两个罪犯，吼，因为因所犯的立体偷窃吼，甲抢劫吼，用加刑处死吼，加刑啊，进前个啦。加刑，好 ，OK。一个是名家写来的罗列，另外一个是新仔人。名家写来什么所在啊？是什么？我查一下哈。孟家习来哈。孟加萨，或者是叫做孟加什，维基百科有吼，就是伫印尼啦吼。我看嘛要安怎查？孟加萨，孟加萨尔，查一下地图。印度尼西亚。马卡萨，印尼，第二这粒我唔知这叫做什么岛，印尼几啊粒岛吼，其中一粒岛，一到位啊。看起来这是算风景区呢，马卡萨。帕南本干，这应该不是帕劳了。看起来这，哎呦，水哦，我这海水真清哦。印尼了哈 ，OK，等来这。
出西行的两个罪犯，一个是孟加石来，孟加石的这个，迄个应该是孟加石来的路咧，然后地名是三个字啦，迄个来应该是讲对遐来的路咧。好，另外一个是新加人。下晡，迄个派驻伫卑南的中枢对卑南经由陆路来到即个尼日利亚城堡。卑南吼，咱拢知，即卖叫大东啦吼。迄当阵荷兰时代就叫卑南嘛吼。来到尼日利亚城堡，甲阮讲，迄边的状况一切良好，伊并且交一份迄边派驻人员一年份需要用的物件清单互阮。食这讲化痰。这我都当作糖仔吃要了，后续再搁去买一寡，感觉真有路用，真有效。3月19，还无反应。3月19拜六，上午伫现场一片昨昏，即个城堡发布议会，对迄寡罪犯宣判判决。即几工阮个记得迄是两个贼仔尔吼，都判死刑啊吼。即几工阮听着讲，迄个小山骹和其他所在的农夫，小山是毋是？毋知伊后壁佫附即个荷兰文的名，讲真对迄寡新仔来的流浪汉甲抢劫的人吼，真侪怨言啦吼。其中也讲着讲，几工前一个暗暝啊吼，一个暗时，有一群流浪汉用暴力算撞入去一个新仔人的厝里吼。抢去迄个人所有的物件，然后用火甲房主、甲厝主甲烧，用火甲放火烧，身体烧伤几啊处吼，烧伤几啊位啦吼。伊下晡还阁伫8个或者是10个人强奸吼。毋过因拢还活着，虽然也被严重烧伤了吼。应该是讲迄对翁仔某啦吼。天气有还是即几。游玩像前几工相款。3月20号礼拜日，早起大蒙，中昼就蒙啊雨，甲即个可花的土地吼，小湿润啦吼，安歇去敬拜上帝。暗时啊有清凉的北风。我这痰是毋是食土大关的？安尼我土大莫搁食。3月2号拜日，温热的热天的天气，有微风对南风吹来，要暗嘛就完全恬静无风。3月22，拜日游玩是真湿热的天气，恬静无风。今仔日写一张批寄去互小人的政务员。Julius Box 先生甲伊讲，阮决定伊所需要用到的翻译员，以后袂使对遐个学校教师当中来选派使用语言，因为使用学校教师将来又搁被佛罗摩萨教会当局有借口来批评。借口来，我找着。我看了汉年，我想要读驾考，结果我想讲，较早拢听人讲借考吼，驾考。但你到时阵开始是修驾考吼，驾考嘛，会使吼，驾考。找理由啦吼，
架靠推时吼，拖时啦。啊，阮的读法是架靠拖时。另外，我查一下监理练这个车字。接加吼，第7条的加，接加吼，无少啦吼，加食。好，安尼我来查一下，这个真正用少钱少，这个少。少吼，即都有考虑到少的音啦吼，但是拄则迄字草字头是无即个少的音吼。架靠吼，哦，所以就要读架靠了吼，架音一下吼。就像即马已经发生的安尼吼，就是讲即种教会架靠批评讲恁行政系统拢甲阮的人掠去用吼，像即马已经有发生的安尼吼，就即马已经有咧批评啊啦吼，也会当免又搁做成甲无书中间的摩擦吼。第一含因互相依持友好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大家较无冤家啦吼。伊阮咧想真紧，伊就会找到一个比学校教师更较适用的翻译员。阮为此来小解自由民，叫做 John Juvendo， 互伊即个人对小人的语言真有经验。阮也含即个人讲过即个代志。希望 Box 本人会当尽量较紧来处理和Juvendo 来交谈，以便早日来任用伊担任翻译员。关系到日本国月10号来批所需求的战争武器，阮会利用时机全部来供应予伊。三对呢？阮对南部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先生收了一张来批，甲阮讲，本个月9号甲10号，3月9号、3月初10啊，有一批历史社人为着整理一块要迁徙土地，所以来到放所遮。但是伊对迄6个加勒洞的人听讲，上述历史社人。完全无真意，完全无诚意要搬来遐住吼。因之所以来遐种地，只是因为因咧想讲安尼做会当避免阮的生气。如此装模作样了后，因就搁转去因家己的村舍去徛起，像伊早安尼。因此，伊迄寡历史社人承诺讲。若是因来迁徙放所遮，伫因有所需要的时阵，阮会互因协助。但是也严厉警告因讲，如果因伫咧即个有月光的期间，无带着亲情朋友甲囡仔同齐搬落来，阮就要搁再宣布因是反抗即个尊贵公司的敌人。本个月14号有2个7家当社人，甲一个Sparrangier人来罗顿先生来诉苦讲，上述迄寡历史社人去扑因的地啊，并且炸走，又搁讲因的村舍已经拢起满厝，毋过现在是用即个草吼。瓜芒啦吼，茅草啦吼，茅草和瓜芒其实无共哦，含用即个草甲竹啊起的吼，就像顶一回安尼。
罗顿先生就对即寡受害者讲，因毋免用淫迄寡历史社人来扑因的敌啊，因还阁会当伫即个有5天的期间去公开攻击迄寡来搬走因的敌的人，来甲因拍死。即个主旨是，我两个英文有读啊，毋知倒一个是正确的敌应该是假音嘛敌吧敌假音情变调，应该变悬了因为我咧摇了所以应该是敌啊。好，迄个来搬走因敌的人，甲因拍死，阮还阁要奖赏因每早来因一粒人头，就赏2袋面包。活掠一个人赏4袋面包，因为因除了伫咧放手啊迄寡人以外，拢会当任意处置的人，拢是会当任意处置的人。因此，伫咧本9月19号有几啊7家当社人炸着3粒剁落来历史社人的人头来罗顿先生遐，为此也交互因所承诺的奖赏。上水寡历史社人伫咧苏文社。塔拉瓦利亚和帕瓦朗即寡村社的30间厝，还是30家30户啦也30间厝的款也互因来拆毁坏。阮是毋是爱任由因住伫遐？伊阮请示命令，伊的感觉是讲，上述如此。提起的即寡历史社人，爱因搬来边地徛起是无可能，也无可能强迫因安尼来签刷，因为安尼就会违抗因的天性甲法律。所谓的违抗因的天性，就是讲因伫咧边地袂当袂当生活惯势生活啦对此，伊对经验已经会当深深相信讲。会当相信拄则讲的迄点因袂惯势伫遮生活，而且所谓违抗因的法律，就是一种迷信啦就是讲因确信因的上帝，即个上帝因确信因的神，因称作 Zimnas， 将会发怒的大受气就对啦因的神的 Zimnas 的大受气。好。3日23拜3，最后一粒。好，明仔拜后日再过来买，这样有效。3月23拜3，早起好天，东北微风继续吹来。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开会，决议事项会当伫咧决议中里详细阅读。今日到学昨昏收到政务员 Hendrik Norton 对模拟无论寄来批，阮伫咧即个会函里来甲伊讲，伊处理了真好，迄寡应该爱签刷放手啊，但是还未煞去的历史社人。迄寡被发现假意要搬去的人，应该命令因的邻舍的因厝边社的居民乡民来，搁再去攻打因。将来阮一定会命令迄一角位仔的居民完全顺服阮合法的命令。就是讲，无阮村含阮和好的山区村社的居民继续住伫任何的山区呢。罗顿先生呢，也阁爱所有含阮友好村社人下令，毋准因互任何历史社人含因住做伙，或者是互因住伫因的产业。颠倒的爱甲因当作是反抗者，继续来对待。若无阮将袂阁再甲因当作是朋友，而且要当作是敌人来对待因。如果也含苏文社人、塔拉瓦利安斯人、巴
巴拉巴勒斯人和其他社人、其他社的人友好吼，就要调集因全社的人，命令因选定时间，甲因接纳的历史社人，甲伊冲下来，或者是甲因杀死。对伫因所借用宗教之名迄寡鬼怪讲法，或者是迄寡非常有害的托词，伫咧即个托词托词啦吼，伫咧即个情况之下，会当温柔去应付，以及敢若需要尽可能来达成阮的要求就好啊。3月24拜四。好天，但是恬静无风。上午，顶官阁下又阁调集伊的议员来开会。今日收到佛汉根先生对新港寄来一张批，批里甲阮讲，为了要去找迄寡盗走的新的目加流丸的叛徒，爱一直掠到因盗走去的所在，并且爱去甲因伫遐所起的厝，甲因毁坏掉。因的厝、因的田地甲其他建设爱毁坏掉。伊捌命令50个新港社人和目加流丸所有的青年人以及4个士兵甲1个学校教师准备好要出征，但是因为错漏中管开伊佫掘溜的即个河水，所以暂看出征，或者是暂停了吼。出征就较慢了吼，较慢仔来，如此来延期出征吼，抑佫有其他考量，就是要利用即个期间，互少年人和魔道人激昂的情绪来平静落来。按照伊的看法，因迄种激情是出伫咧想要杀人以及渴望和上述奉命出征的新港人甲目加流丸人同齐来出征，因此将即个出征。然后到更较适当的机会，就像第一道所取消安尼，所以伊就伫咧本个月14号派2个荷兰人、3个目加流丸的长老、2个同伴，到6个平常的目加流丸人去因遐，一方面要派因去通知今年无要举行地方会议的代志，另外一方面要派因去向迄寡逃亡的人保证，如果因若愿意，搁再来归顺，阮会完全来原谅因。被派去的迄寡人伫倒后的18号哦，电去迄个Verhan给报告讲，迄寡逃亡的人带着大部分的地罗县人，倒去住伫一个叫做Tossisia 的所在。迄个所在伫咧一座真悬的山顶，因总共有60个人，抑佫有30个来协助达巴勒甘纳姆人。达巴勒是这一群人的领袖哦，然后住伫咧提罗县存落来，迄几个人讲，若是去托西斯的人也愿意落来，安尼因就要搁再来落来比对来徛起。但是因找袂到逃亡者来交谈，因为除了迄个匪首吼，迄个土匪的首领啦吼，叫做达巴勒吼，和一个老顽固以外，其他人拢出去拍拉咯。而这2个人就声明吼，因声明讲因甘愿死，嘛袂来目加流丸遮徛起。阮也通知甘纳姆社人。甘纳姆社人、提罗县社人甲托西斯的人，地方会议停办的代志，并且分送因3袋面包甲8包薰草。迄寡甘纳姆社人答应讲，因袂搁再听从顶面吼提起几遍的即塔巴勒吼，也袂互伊上述迄寡叛徒来进入因的村社。迄寡提罗县和托西斯的人就讲。因袂当无互因入来，因为因无能力通阻止因。不过因也嘛袂因为因的缘故和
中国公司来冲突失和。伊嘛派人去招呼逃亡伫罗山辖区内的塔加波浪的逃亡者，就像顶面所派人去招呼安尼，但是因拢声明无愿意搁再转来。根据派去的人报告，盗去电话馆的人总共约略有31个查甫、20个妇人人，甲16个囡仔。走去塔加波浪的总共有20个查甫、12个妇人人，甲12个囡仔，合计是711个人。关系到树胶、塑胶吼，树是树啊吼。关系到树胶，搁再1个月就会当充分供应互阮。现在当地居民拢无即种物件吼。3月25拜，毋是3月25拜5，好天有舒适的北风。今仔日长官阁下去大港对岸一逝，去视察亚通清水溪甲咸水溪中间的即个古道渠道，渠道的工程是渠嘛吼。旧啊吼，旧，讲去视察要交通清水溪甲咸水溪中间的旧道的工程。3月26号拜六，毋是，对，3月26号拜六。早起天气含昨昏相像，上午即个社保法庭开庭，阮今仔日也寄一张批去普罗维西亚吼土地清凉师，叫做 Philip Mage， 并且附寄320块银元去互伊，用来支付伫南边吼，为清水溪甲淡水溪中间的即个旧道迄寡做工的公司仔的工资啊吼。阮伫咧批里甲因讲，甲即个人讲，甲即个甲谁讲？应该是迄个土地清凉师 Philip Mage 吼。甲讲，若是伊因为跋着伤，必须伫咧普罗维西亚停留搁较久的时间。伫即段期间呢，迄个工程需要由别人去监督管理，伊会当选一个适应的土地清凉师，甲代志交代互清楚。伫咧伊无在场的期间，派迄个人去遐监督管理。查一下这里，必令那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啊！这里查做 BBP 吼，地稿吼，就是 B。看台里大书店呢，台里大书店这里汉字读做河，黑河河。这个河就是咱英语来讲 make someone 互人按怎嘛吼 make 吼。甲伊看，互伊看吼，互伊看，互伊讲吼，互使役动词吼，互让吼，语言应该是甲give 给吼相像吼，互伊安心，互伊写字，互伊拗。哎呀，看一下时间，9点，佫半点钟。好，逼令迄个工程会当继续进行吼，派迄个人去监督管理啦吼，监督管理啥物就是因，袂记啊，头前是好，我
袂记啊。毕竟迄寡工程会当继续进行吼，迄个工程当时会当亚通吼，爱甲因讲，伊爱甲阮讲吼。3月27号礼拜日，好天透北风，有晴朗的天气。今仔日暗照习惯举行安息日礼拜。下晡有一只高仔船对闽港北边避阮顺益的船甲因带入来吼。迄只高仔船是伫个闽港附近驶入去海上的时阵，被因录到，并且发现无通行证。该船载着汤甲米，载10个新仔人，拍算要对此地逃走去新仔。3月28号拜一，天气和前几天相像。今仔日用公开告示公布讲，阮伫阮的议会里决定，去年3月13甲新仔人三峡、沙哥、土瓜、南洲、珠哥、米沙哥、豹、Snogo 啊哈，毋是宋哥 SONKO。东极、二海和福哥比靠啊动产甲不动产，拢会完全无保留吼，全部实质来规行。阮也上述所有物主吼，就是物件主人个别通知此事讲，自现在开始，因每一个人拢完全无区别，会当摕转。甲因的权利摕转去，就是上述迄寡新仔人拢会当拥有因家己的财产，而且迄寡要搁被拘禁的人，也会当将因的案件由因家己来申诉，或者是由因委托受权的人来进行申诉，互因每一个人拢会当终结案件。3月29。我有一个有酒精啊！有一寡茶，大家爱困啊。3月29号拜二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天气悠然良好，也悠然是恬静无风。要派去鸡人甲淡水的平底船 Devink 号，今仔日驶出台湾港岛，去南平停船的所在拍定停船。中岛阮的领港船载着15担米，也驶出即个港外，要将即寡米载去交互上述迄只平底船载去鸡人甲淡水。暗时啊，即只领港船转来港内，停着。3月29，过来3月30。拜三早起天气良好，透北风，
迄只尔港船装满糖了后，就驶出港外，去南边停船的所在，将糖交予快艇电Hector 号，要载去日本。下晡风势流啊加强，迄只尔港船处伫底舱门来推寡糖，来维持航行的平稳。了后，就搁转来港内，挖跨栈桥。停船，为着要搁较确保安全，甲该船固定伫即个桥头。清水溪甲咸水溪中间的旧道，今仔日亚通咯，沟仔啦吼，亚通。我清水溪是做一条溪，我查看觅啊。清水溪，啊，清水溪就是落水溪，来，遗迹别科吼，清水溪叫做挂号写落水溪吼，哦，清水溪有这个有一道水利局的这个房啊，写讲这什么条对一条溪安尼，清水溪原名叫做阿拔泉溪，阿拔泉。伫咧台湾中部是落水溪的支流。长51公里，流域分布伫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县。这是即卖清水溪啦，我毋知古早是毋是相款就是即条清水溪。看卖地图查者。台湾清水溪，清水溪安尼甲落水溪等咧两条，我感觉是无共诶，含即嘛清水溪可能无共。伫南投啊，落水溪伫，毋是咸水溪伫台南啦，差遮远。那可能压一条，咸水溪是用盐水还是盐水的款？哦，咸水溪是伫咧台南市大江内海即岛风内海即车啦，岛风内海。我查一下岛风内海甲大江内海。岛风内海，无地图。是即嘛？台南市北门区、新营区、客家区、嘉义区、咸水区、下营区、麻豆区沿海一带，即嘛已经绿地化，差不多是全部消失，敢若剩北门、四湖是
战热哈。看有图无？刀锋内海的图，哦，遮有。遮吼，这片应该是讲这片。这是伫倒位啦？看袂写出来。看这地名，看袂写出来。这是什么？什么辽国小？哦，遮。哦，遮啦吼。这敢会袂伤？我看嘛，刀锋内海。北门区新营客家咖喱咸水下营麻豆，哇，这片好大片的呢！咸水下营麻豆咖喱客家，OK， 即家位啊。所以伫迄个刀锋内海，等于是离天阳遐因遐足近啊，因佫去伫着报道啊嘛。哦，所以拄则我讲的这地名应该是天阳遐因足熟的吼，北门客家啦、咸水啦吼。好，这是刀锋内海大江内海。大江内海是台南海岸边、台南市外海线洲甲海岸线中间为七股、独立门。哦，这就是大江内海啦哈，这片。这是刀锋内海，这是大江内海，哦，这只。好，还是啊，倒来读日记吼。我讲今仔日清水溪甲咸水溪中间的这个
高啦吼，已经压通。但是这条清水溪含咱即嘛，地图找到清水溪应该是无共吼。3月31号拜四，早起天真乌暗吼，真乌阴真暗，也真恬静无风。迄只尔工船，伊个满载着糖出港去上水迄只快艇。Dan Hector 号遐，今仔日阮寄批去互新港的政务员 Leonard Verhagen， 命令伊爱紧派人去目加利湾下令，用上紧的速度对水路载600到800支非常好跌下来，来以便要供应阮伫厝地吼，就是指两城报所在的即伫台湾吼，以便供应阮伫台湾甲赤坎各种修线工程的需要啦吼。4月初一拜五，4月吼。早起舒适的热天的天气，微风对北风吹来，有迄只尔工船早暗伫南边停船的所在过暝。今仔日转来入港，我看站桥停船。即个社保尊敬的法务议会对今仔日上午就召开会议。暗时大蒙阴冷的天气，今仔日对陆路寄一张批去予公司伫鸡笼甲淡水的社保的主管。商务员 Nicholas Renius 主要内容是，主管就是 Nicholas Renius 主要内容是答复伊对遐所寄来互阮的几张批的一寡要点。迄寡内批提起讲，伊已经甲为着尊贵的公司的缘故，派驻伫多罗米亚湾伊的助理 Van der Meulen 来调回去鸡笼。也甲伫遐个公司的财务来搬转去鸡笼，因为乌方的人认为讲遐真无安全。乌方派驻多罗湾的人，还阁必须留蹛要遐继续待一段时间。对此，阮甲因学了。引引沙拉萨和沙加比尔这几个村下的人，因为无视阮的侪摆劝告，伊原是贪互一寡被赶逐的德参社人吼，互迄寡人住伫因的村社里，安尼之间来助长其他粗暴居民的气焰，更加轻视公司尊贵的权威。因此呢，阮就命令上述 Renius 爱对上述营社吼。沙拉萨社甲沙加比尔即寡村社的每一个村社居民，搁再一次严厉命令讲，因必须叫迄寡德参人去住伫因被指定徛起的迄寡村社里。如果迄寡人拒绝，因就要用武力甲迄寡人赶出因的村社甲田园。如果阮即寡朋友毋肯赶走即寡顽固的德参社人，要搁安抚即寡人，安尼阮就要甲因也宣布做阮的敌人，互其他村社人会当来找因麻烦，就像即嘛所有即类代志所发生的情形安尼。Renius 先生必须要对所有互迄寡德参社人大过，现在无搁再表现反抗的每一个村社，用流口的方式选出一个长老甲每个第20个查甫，就是应该是即种算到第20个啦吼，送去社保里来挂靠寮一段时间，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要警人来处罚啦吼，毋是每一个人就抽人啦，抽一个长老甲第20个查甫吼，挂靠寮处罚做因无服从的处罚，只有迄寡有证据证明讲，因为因是不知情，所以无法度遵行阮命令的村社，才会当免除即项处罚。免除啊，阮是讲免除即项处罚。对此一定要小心查证。伫咧追捕活动中被活掠的德参社人，拢爱安来甲绑好来送来即个台湾遮。但是如果因大多数人无表现明显的反抗，
就幸福。安尼 Renius 先生就要用镂口的方式，对因当中选出第10个查甫，并且指定一个长老，像上述对其他村社情形安尼，甲因送来处地，顺服管教。遮有讲的一个写，遮有讲的一个写叫做伊是写做 GIN 吼。啊，汉语是写即个炫色，炫的头音目眩，迄个眩吼。我来看一下即个，看下是即个读做hình咯，音嘛吼 ，GIN 吼。我自足早吼，我咧看阮新竹台北的历史吼，我都有看到即个社名，是安怎来 copy 袂落来 ？copy 打起哩，即个读做hình或者是hình吼，hình大家较知嘛，hình读个头hình目暗吼。hình 是应该是鼻音啦吼，读册音hình啦吼，hình hình唇嘛吼，hình唇hình叫哦，做叫来hình山吼，hình山哦，hình怣吼，喉壳hình就头壳hình啦吼，乌暗hình吼，目睭hình吼，好。啊，hình社吼，我讲我自足早以前看即个文献，都看了即个炫色吼。但是我袂记是叫做什么炫色，头前佫有2字啊，4字，总共4字吼。这即无知定查有诶吼，社。我记明明就是有4字，为什么这么看拢敢若hình社呢？哦，好来hình社，看一下维基百科吼。hình社荷兰人称作銀吼，是台湾原住民岛卡斯族的一个支派啦吼，分布伫17世纪的新竹平原，伫荷兰士兵是救44户102个人。1681年，岛卡斯族国社甲田军三抗吼，可能伫康熙31到43年间完成的台湾第2度出现hình社。清代朱经英还佫提起讲，对竹杉黄白去到南崁的时阵，会经过hình社，然后hình社可能夹入去竹杉社留下hình埔、hình溪等等古早地名，毋捌听过，从来毋捌听过，我住伫这遮尔吼。hình社，好，资料足少的啦吼。台湾原住民史典，看一下吼。历史上的记载只敢若出现伫荷兰文献，甲清康熙早年文献。荷兰时期称作銀，归属伫淡水集会区。当时番社户口调查总共有1647年、48年、1650年、54年、55年等等5个年度。hình社只敢若出现伫1654甲1655年度。1654年人口702个人，44户，就拄则讲的吼。55年99人，40户。
社域大概是伫咧即嘛新竹市树环头高架埔即个位啊，吼。树环头高架埔，我来感觉这两个所在其实有一早仔路呢。我歹势吼，我看一下时间，剩4分钟啊。好来，剩的时间，互我明白一下阮即个所在形形下啦。树环头伫咧即嘛空军机场附近吼，树环头伫遮吼，你若看这段青色的，就是空军基地嘛吼，树环头伫遮，角啊遮吼。高架埔伫倒位呢？高架即嘛叫做千架吼，高架埔伫遮，我这两位差一开遮大开，我感觉这个远。尼是偌长啊？我即嘛这是英制。我要那个改做公制啊！这比例树是英制。我用并地图。并 Maps， 对树环头到高架埔，高架埔。树环头高架埔千架车头遮吼，好，遮，这比例树是啥物啊？比例树遮，安尼是500公尺。500公尺。25公分，差不多30公分。6公里，哦，6公里讲远嘛，袂讲介远吼。好，安尼可能就是指这人人车吼。我即嘛才知影讲差不多是即个位啊，好，继续看。伫即嘛树环头高架埔即个位啊吼。1670年，郑成功派老国宪经历了后经历后人误射。后人就是即嘛后龙吼。1682年，龟人山因为有党兵镇守，沿途原住民拢被征调运送粮食。因为树叶各分严苛，原住民反新竹苗栗一带的地无族起义响应，杀通书射伤。这是郑成功迄当阵吼。各位吼，郑成功迄当阵，张克爽派兵征召人人车被讨伐了后，可能无搁再转去原来的社域。此后，清国台湾方式只敢有1741年老梁伯所修的中修福建台湾府志，既有人人车啦吼，列做南崁四社之一吼。
但无讲介做，其实即个写到即嘛吼，已经消失啦吼，我嘛毋知影到底是，敢若是消失去就对，完全消失去吼。连伊我地所在吼，啥物地名啥拢看袂出来吼。好，来看一下时间，9:31。好，佫剩足侪吼，这今仔日读袂了。但是今仔日已经拜4啊吼，明仔载休困吼，明仔载休困，安尼爱后礼拜再来读啊吼。好啦，不要紧，形社咱对这个形社后回对形社再佫读起啊吼。这个4个吹音吼 ，OK， 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好，来，笔记真多，我来看嘛。借口吼，借口，书面用语、台语读音。交烂头，形容人借口非常之多吼。马草，马草的茅草吼，我的拄则读袂出来。三年这另外搭这 link， 我毋知这啥，阿米组曲，我看卖。毛的白鱼。过来另外一个，这是啥物？我 copy 这个 link。官网吼，这是我另外讲官网。好。166一年3月27号是过偌济吼？都咱拄则读过3月27号，3月27号我看迄天有特别是啥物？3月27过偌济？过偌济？无啥物特别我看嘛？就是迄天拄礼拜日吼，安休日礼拜。啥物？阿博泉之墓吼，大海黄昏战记3部曲。但是拄则迄讲清水溪就是阿博泉溪，真正阿博泉对南投迄条溪，含台南的一条溪，那会相通？看无，好，岛风内海，就是拄则讲的吼，北门新营客家咖喱咸水下营麻豆吼。这是3年台哦，大家可能对大江内海较熟悉吼，因为历史上几啊真出名河堤时代所建的咱俩城，就是即马安平古堡伫大江内海遮嘛吼。另外是田兄兄分享讲，咸水区古早是咸水溪出海口古早名，鹅丁港是重要的港喙，北江溪是甲南方积水溪哦，迄三角冲刷的三角地带，形若安尼成个互咸水，阁有鹅丁之称，有一户二落3万甲4个丁，属安即马已经绿化。天乡遐的老爸讲个遐，拢是讲咸水港吼。
月丁港丁节吼，2月7号到3月8號，就即嘛吼，月丁港丁节，月丁港的丁节啦吼，就是即嘛正月15元宵嘛吼，也丁好，感謝各位分享吼，安尼咱後禮拜再個繼續來讀啦吼，禮拜日相關吼來讀即個出師線吼，規班咯吼，感謝各位。